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蜂对我们的人类来讲是一种青春的动物，它除了可以生产蜂蜜之外呢，它还是一种环境生态指标的动物。乜嘅係環境生態指標呢？都係講佢可以嚟用作判斷一個環境到底適唔適合嚟生活。喺加東就有啲農場，佢專門睇育蜂嘅。唔過聽講佢一個農場地位除了蜂嘅，還有個千奇妙嘅動物，嚟專門嚟做循環經濟。到底乜嘅係循環經濟？佢育嘅又係乜嘅動物呢？今日我哋特別邀請到農場嘅主人周明基就大哥嚟到現場，同大家嚟了解一下哦。馬上嚟分享佢吧。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周明基，我來自屏東縣嘉東橋，目前主要係育蜂的。歡迎周大哥來到現場。周大哥，頭先有講到你喺農場專門喺育蜂嘅，你自家也講嘅嘛。不過我還聽講你喺農場地邊還有育嘅千奇妙嘅動物，等下請你嚟了解一下咯。之前我先強調一下，周大哥你本身係嘉東人嘛？萬世到台都喺嘉東。對，我萬世都喺嘉東嘅國小2年前的時間，我爸爸都同我送去台北讀書的。嗰陣你讀書工作也喺台北嗎？係，我高中到高中到大學仲喺台北，退伍以後嘛喺台北工作。你做乜嘅會想到歸到嘉東嚟做一個農場呢？因為我當年我喺台北上班的時間，你當然如果帶到我家一頓，所以你鼓勵可能我爸爸。慢慢你發現講，因為老化的程度真急。一年以後一路變到嗰種需要人來照顧的。有一擺，我爸爸去睇林邊的高飛睇教人照相機。教起來鼓勵的時間冇注意到，你撞到迄個高飛的壁撞到以後，我都驚到，我想，我爸爸年紀嘛，80歲，應該嘛無法度，無法度可以查，而家有到個行動會慢慢地變個弱嘅。我嗰陣我都日都鼓勵家東來照顧嘅。意思講，如果講聽說照顧這個阿爸阿媽，我今年年紀大嘅，嗰陣我聽講對特別鼓勵安尼。唔過唔鼓勵嘅你家本身有耕田嗎？冇耕田，你用嘅像講鼓勵之後，唔知教佢嚟做一個農場，做一個農業呢？因為以前我媽媽有同我阿舅買一塊農地一塊農地。我媽媽嘛冇睇講，地背都種嘅腸衣，冇本人種腸衣。都等於講嘛邊攏摕個冇用。裡面我鼓勵時間，我都想，有一塊農地可以來做農場，可以囤嘅腸衣，可以用可以變伊個，他家人可以來炒料嘅伊個蔬菜唔過有個田地背頭都。就在講有講地波係長嘅嘛，唔過長嘅同到育蜂嘅用嘅係差錢大嘅，用嘅我講我種長嘅種到好嚟育蜂嘅咧，有個轉法很用唔轉嘅啦。有故事我講到我鼓勵以前，我鼓勵以前主要睇台北嘅電子業，佢係我鼓勵我都想，屏東嗰種無電子業好唔係來做事啦，來上班裡面我想屏東縣有農業嘅體驗我說當年種果樹還有種菜，嘛有人學竹萸、學米萸、學黃米，像我睇阿伯嘛喺睇學竹萸嘅，因為一到農業會有啲農業廢棄物豬屎牛屎還是講學黃米，多少少會有幾米黃米死嘅啦。一到廢棄物，我都想去收集起來去處理本上垃圾變講有一個資源可以來運用變做一個循環經濟。嗰種頭先我有講嘅循環嘅經濟都係安尼來嘅嘛，都本上講本農業嘅其他嘅廢棄物唔好嘅東西
降到最大，可以充分的来利用，对环境也係一種侵害嘅方式，係咪安尼講嘛？係啊係啊。不過叫防嘅同循環嘅經濟兩者行係有乜嘅觀念呢？因為循環經濟如果愛講，我哋對廢棄物處理迄個，後段我愛就是，比如講，我嘅香港屎，香港屙出來嘅屎，如果有機肥料，拄好我哋可以拿來種法種樹，種法種樹，迄假使法開出來有蜜，樹伊嘅法嘛有蜜可以分房嘅來採蜜，路邊講伊咧一個正向的循環。安尼循環經濟係談出來嘅，頭都有講，伊個親戚迄個唔係講親戚迄個動物，咱噴上平時都會看得到嘅香港，都係講除了風嘅之外，香港係能農場地邊來做循環經濟嘅呢個主力嘛，吼。係伊咧談講也係親戚邊，也係講係咱算台灣啊，吼。以前有個蟲嘅，有個動物已經拯救嘅，唔過吼野慘嘅。近幾年咱本人發現到講其實係個侵害做循環經濟嘅動物，係咪污水蟲？係啊，係污水蟲。農場地邊也有一個。係，外面有學污水蟲。嗰時農場地邊有3種動物，最主要係鳳嘅，做循環經濟係香港同嘅污水蟲。兩個香港啊同污水蟲係唔自家去研究去發現到嘅嘛？香港路我萬無久來以前我路睇桃園陽台巷路即家有學香港嘅。即家做試驗可能係。即家做試驗，佢係主要路係講木卡有嘢咧廚餘啊。咪擺我路去倒廚餘路批到嘢咧面試根冇批啊。我路想講乾脆來拿來試香港。我路唔是去倒廚餘嘅，你話你開始睇曉。不過一般嘅廚餘，人哋香港佢會食下，佢可以處理咧。可以主要香港食咧東西愛爛，愛滅。嗰時候我喺家做廚餘我係俾那冷通風啊，解凍以後伊個脆入嘅道路會綿綿。基本香港食，香港都怪好食嘅。不過也嘅廚餘地邊可以有油冇？做唔得咯，廚餘要先用強水洗過，油吞鹽，辣嘛做唔得。因為人哋假使講冇清楚嘅話，有啲人講廚餘人哋都係食存嘅東西啦，嗰種有油嘅啦，有鹹嘅，像有辣嘅嗰度，全部落鄉下嘛。也可以做循環經濟，人哋來只講結果香港這下全部是這樣。這是我講清楚嚟呢，一般咧叫冇油嘅。冇鹽冇辣嘅嗰度，有爛咧，其實真有法度好處理嗰度嘛，吼。錯。你唔知㗎，咩都係有耕田咧，結果好似咪嚟做一個農場做一個防嘅啦，同嘅污水蟲嗰度，唔知㗎用埋去補充一方面嘅知識啊。嗰係我都睇上我嘅一個香港同污水蟲，嗰種萬有物嘅小物嘅蟲兒，或係講小物嘅元素體喺農場地邊。拄好我都看到我木卡門口有一個電線桿。依個電線桿地邊有係等一窩嘅縫嘅啊。廿三嘅，一刀廿三嘅縫嘅啦。嗰時候我都想，有啲縫嘅對環境幾好啊。我應該可以倡議去我嘅農場地邊吃。嗰時候我都想，你我來試驗看先，你看用學縫嘅，我開始都睇網絡上，睇看講，那邊有教你學縫嘅，之前我都睇種辣嗰邊，有人教縫嘅，我都去種辣好嘅樣嘢。你面下看到，感覺講，而家咧。學到咧比較基礎啦，嗰時候我都在網農改場嗰邊去請看先有啊你嘅課上來上網，拄好我都看到苗栗農改場專門睇跟台灣嘅鳳嘅養殖啊、生態啊、病蟲害防治啊嗰啲，嗰時候
伊拄好有开考，爱路去报名的。哦，嘿，也个考场其唔爽的一旧啊。哦，也考场吼，佮遐有分入门班同初阶班。嘿，入门班会上4日，初阶班会上2个礼拜。哦，如拜一到拜五还是生日。哇，安尼算好了，其实也轻松一点时间的，因为你自家除了工作时间，还会另外参加请时间去上一条课。係啊，上課上下咧，如真是可以來學風嘅嘛，上課地杯學到嘅係嘅學風嘅，用嚟學，用嚟去學，用嚟去處理其他問題安尼，真是有安尼學嘅，就對你真有幫助，可以咧馬上進行。其實吼，龍貴莊吼，大部分差唔多6上嘅嗰個時間喺教室上課啦。如第講伊教風嘅知識啊，迄個理論嘅部分。理論嘅部分，有參加差唔多3上嘅部分會去農場實習，去看研究。主要嘛係講學起來啊，要自家來做。像地講，原來風嘅吼，你風嘅上嘅東西啊，因比得講細嘅東西吼，你走定做鋪行都可以嘅。有咧風嘅，很活啦，有很多很細小的細微美美角角我自家去看，自家去做一些哩，慢慢你能有法度講。去體會講，原來佢喺農具廠搞硬安尼，是乜嘅原因？觀眾朋友，其實有人對老人家嘅照顧可以換一個方式像就睇個安尼，想到講幾多ton來唔係搶照顧老人家，還可以針對自家嘅興趣來做一個自家有興趣嘅工作，幾好呢？安尼農場地邊還有兩版神奇嘅故事，休息一下，馬上過來喲。前面就睇過分享講，為了照顧阿爸阿媽，幾多人能平動家動來學風嘅。唔過學嘅學風嘅，真是愛來書上，要暗算一下，也係講特別有兩版特別的故事呢。繼續嚟請教佢咯。就睇過，頭先講自家學嘅風嘅嘛，學習嘅特別內容知識，到書上一段時間唔係一句都學到書上。學到書上其實個夾。我夾咯，是講書上嘅量啦，因為風嘅你囤果樹一度18公樣，我喺假如喺書上我有季節去堆，無你講喺環境嘅蜜源去拉，風嘅如果去摘嗰度蜜菇來，伊摘菇蜜菇來就要釀蜜啊，釀蜜釀好嘅，我哋都可以書上嘅。第一擺書上都差唔多冇到30公斤嘅量。冇到30公斤。按你嘅話，幾時只學嘅一度嘅風嘅？嗰時差唔多都有6箱嘅。6箱啊？6箱差唔多30公斤。正常嚟講應該會1多公斤啊。其實嘛係要看蜜源嘅環境。嘅看環境可能摘嘅書上嘅蜜咩有1度，咁有嘅量啦。譬如講去。大部分嘅人仲會去摘嘅牛奶嘅蜜啦，牛奶嘅蜜差唔多3日還是講4日都可以書上一擺。伊個地方嘅一期差唔多變嘅2禮拜都可以書一擺。喺假如講我冇去摘牛奶嘅蜜，我都變田丘嘅地方，都定點去摘嘅大花咸豐草。佢都冇一天咧。這個農場地邊。其實最主要嘅蜜係乜嘅蜜啦？主要有大花咸豐草，仲有嘛很甜啊，會有一個小花曼澤蘭，附近有人種蓮霧，蓮霧正常嘅花期差唔多睇4日5日嘅下，嘅下我都會摘龍眼蜜。還有我自家種嘅嘛個珊瑚藤啊、月菊啊一啲，雜七雜八嘅植物啊。
啊，人家底下讲早嘅牛年叫龙眼蜜嘛，啊，早嘅就發喺按到乜嘅咩啦？一般也就發嘅蜜吼，因為個插啊個無按專一性啊，嗰時候他講人大部分總講百花蜜。哦，百花蜜，嗰時候其他嘅蜜頭每一種都冇相同嘅。雖然講共用係百花蜜，有可能今年咧同去年咧嘅都冇共用，有可能嗬。係啊，因為係冇共用嘅法嘛嚇。安尼。就睇個我有看到啊，佢每帶來一道東西、一道產品，全部係即個農場生產嘅嘛。係啊。啊，一個咩就係頭先講嘅百花蜜哈。係啊。哦，啊你人哋嚟送一下嘅蜜香好冇？好啊。啊，一個百花蜜嘅部分啊，佢產量同嘅牛年嘅比方來多也係少。哦，少價個多。因為百花蜜吼，你個差因為講百花你個因為伊個蜜無咁多，嗰時候逢個你一天都會採各種各樣不同的花，嗰時候伊個量會夠少。真是的，條到啊，安尼說觀眾朋友，點解一個咩啊？大家看一下，細神清講哦，啊唔過啊，是係像一般嘅個咩無共用哩，一般嘅是係啊，有個牛年嘅蜜絲啊，也係講。發出嘅香蜜，有個無香，有個是喺蜜頭清香嘅。唔過吃烘嚟啊，也係清香。如果多種花香，安尼集合起來啦。因為鳳尾吼，因為講佢可能吃烘嚟失敗，會有帶酸味，有個有毛，有個係甜味，啊有其他講唔出來花嘅香味喺地方。應該要拿個吼今年咧嘅百花蜜同去年咧來比較下先，看下先哪一種嘅咩啲嘅蜜頭。國好啊！意思也係一個國貼嘅意思。唔過說下伊真是清純咧，真是在鳳尾吼都會有安尼嘅感受。安尼就睇個，除了有個鳳尾之外啊，佢還有其他嘅東西嘛。又看到啊，佢做嘅當講黃一塊嘅乜嘅啊頭先。這一塊的話是蜂巢。將其他嘅蜂巢拆下來啊，安尼佢可以說下。它算是我們養蜂箱裡面的違章建築。那是蜜蜂築巢的以後，它不在我們規範內的地方築巢，所以我們會把它稱之為違章建築。那一般我們查蜂的時候會把這些違章建築把它割掉，這樣比較好管理。你能拆下來之後，有個蠟可以做乜嘅用嗎？有個蠟吼，我哋係用係以後啊，一啲高麗槍誒，你可以去做一個化妝品啊、保養品一啲嘅添加物嘅原料。可以做按到，嗰種從前面有個，我覺得係實在其實唔係佢係用蠟做出來嘅有個什麼嘅東西啊？一路純嘅蜂蠟，條線中間嘅黃一塊一塊嘅。黃一塊一塊，都係純嘅蜂蠟，還是提用手工皂嘅嗰啲模子去倒出來的啦。嗰時候看起來像手工肥皂嘅。你有個蠟可以做乜嘅用呢？蠟都係可以做，譬如講護唇膏啊，還是講蜂蠟布啊、護木油啊，還是一啲左手香膏一啲，做添加物。就係頭先我有看到嘅，其他應用嘅延伸應用嘅東西都係頭先嘛，有看到一罐一罐咧，細罐咧係護手霜啦，同嘅護唇膏嗰種嘅。嗰時候有個量係唔係清晰，因為頭先講嘅係違章建築嘛，已經係過出來嘅倒出來嘅，真可以用啊！係啊！你們會故意同佢講，這邊可以倒加一些，倒出來可以應用。其實唔會呢，因為有啲東西對蜂農嚟講啊，伊愛識8分嘅蜜，才可以做出1分嘅蠟。安尼算，快些安尼講蜂來失敗，弄黑嘅8分嘅做出來安尼1分嘅。也算真珍貴啦，嗰時候我哋情願多數一些嘅蜜，我哋唔會不願意以上按度嘅違章建築。就蜜同蠟嚟講啊，我們咁樣看到嘅蜜唔係一個蠟，係安尼。是講因為伊即個已經做嘅蠟嘅嘛，我哋逼不得已，我哋嘛要去處理，處理係我哋都唔好弄係我哋都可以做到一個附加嘅產品啊。
按你条东还有糖豆一类轻贴配的东西，很多蜂蜡布、蜂蜡的布做出来的布，嘿咩嘢嘅啊？哦，迄蜂蜡布。按你个嗰度看到的时间，可能想讲，昨天讲你这个还唔前讲的时间，可能想讲你这个还有做一个书拍来买哦。按这个蜂蜡布做到底系做乜嘅呢？吼，也咧蜂蜡布吼，迄假使拿去春外时节里啊，可以去拿去包迄个面包，还是讲卖包的时节你可以去包，伫展开来如何安尼，国太开。真是啊，看方来就像咱书拍安尼啊，像书拍安尼。迄假使包过去的时节里啊，可以当做迄个保鲜膜。也因为蜂蜡吼，如果天然、过传统的迄个保鲜食物的一个封膜啦。可以重复使用。故说你变啊讲，你尽量减少塑胶袋的使用。安尼用遐个蜂蜡布就可以。比较环保。轻甜点的东西，你可以包小的东西啊。文手可以，特手你做唔得。做唔得嘅同行滚滚的时间都爆红了，有乜用嘅吼？係乜用嘅？你假如要錄到書啊，嗰你做唔得咧。我錄到書嘅文圖都做唔得。你既然佢係布嘅啦吼，人每人講，佢可以拿來出東西嘛，從天拿出書可以嘛？做唔得咧，而家咧吼防水。伊唔會吸水，故所講吼，拿來出東西吼，是很不好用的。因為佢唔會失水嘛，你茶用板茶佢都咁用，反而佢個油安尼用搞搞嘅，懂唔懂？輕貼配的東西呢，原來有個蜂蠟還可以嚟做布嘅。另外吼，有咧布嘅人係用舊嘅吼，要有是把吊蠟吼，如可以啊，你雜把你細塊伊，你去平底鍋當中再加熱給它煎一下伊，溫度冇太高，差唔多60-70度，伊如果用起來，溫溫咧，安尼溫溫，啊伊用起來以後，你再提下你，煎好嘅你提打開來，伊等於冷卻，伊如果還原成原來的樣子。按貼配哦。安尼佢健康落去時間會有香味嘛？佢擺上到有嘅都有嘅可以食嘛？其實唔會咧，有咧蜂蠟吼，你食起來冇味絲，唔過生一度地杯吼嘛，對人體冇害。因為比本上都係天然嘅東西嘛。佢用板食下去，其實食一些下去都唔會，因為真係有聽過下，有人吼安尼嘗試嘅蜂蠟啊，人講佢有個好食，人講哪有可能好食咯？唔係講食好嚟都冇乜嘅味，先生嚟撲撲嘅。係啊，嗰時候國語有一個成語講味如嚼蠟，有冇？都係冇味思。真是啦，都安尼啊，叫偏愛，香港偏愛嚟食一個東西。安尼最主要嘅農場地杯蜂嘅應用嘅產品啊，都係也得嘛面啊，吼蜂蠟也得嘛。安尼呢，這個做一個農場有蜂嘅地杯，你這個有堅持嘅嘛個理念啊，也係精神嘛。一農場吼，我堅持如果講對環境，我有保護，我有生物多樣性。之後我做循環經濟，主要如果講我有一個生物嘅永續的生存，永續經營。哇，觀眾朋友，聽下今日的故事講到鴉片啊，係咪學到很多蜂嘅知識呢？原來蜂有按好食的咩的，它除了咩的，還有蜂蠟可以應用哦。更多精彩故事，我哋休息一下，馬上過來繼續同大家紹介哦。好嘅學蜂嘅知識也順晒認識到真神奇嘅蜂蠟布，不過還有一啲特別嘅東西，佢都冇問到就睇過，我想嚟請教佢下呢。就喺中間啊，就睇過，你有看到中間佢像做嘅，又唔像做嘅，一條一條嘅，嗰係乜嘅東西啊？依個很多集粉器。集粉器，集粉器，嗰個集粉器標啊蜂上門口，蜂嘅花粉吼，伊要佇頭啊摕焗風，焗個太鼻風，伊鼓落時，伊要對集粉器嘅嗰個殼
转入去。哦。啊，佮洗空转入去迄时，你要囤迄个发粉吼，伫焗落来。哦。啊，跌落来迄时，另外你可以去收集起来。开本书你讲迄个拦路打劫啦。你亲像啊，今年会按糖包吗？比如我摕去记录个经过嗰邊，佢唔會損曬，所講硬切對唔會硬，可以切對入去入去。因為比如我門口啊門口都無空嘅，無空放入去嘅。哦。搶入去嘅空可以入去。佢都嘟翻嚟，嘟頓嘅門口安尼。係。失敗糖方嚟搶人哋以前嗬，入去門口嘅時節，門口大廈會用一塊嘅塑膠嘅布嘅，係咪嘅？有嘅飛塵嘅時節，睇嘅啷啷啊，佢幫佢掉下嚟攞杯安尼。哦，原來係安尼。嗰種人熟悉嘅花粉嘅時節就用藥嘅。係，我樹上花粉都用藥咧。哦，真奇妙嘅東西呢。你就睇個看有知識，有睇有個工具啊的，自家有在推廣一種循環經濟啊，也係講嘅效果嘅嘛。哦，有啊，我有睇屏南社區大學同屏北嘅社區大學，仲有開課來教大家，用嚟效果嘅。用嘅效果嘅，你一般嘅人啊，那效果嘅啊，有乜嘅條件嗎？效果嘅其實唔是乜嘅條件嘅，有一禮拜有差唔多1-2點鐘嘅時間，安尼錄拉嘅。哦，唔錯，就睇講係相對咧，一定有咧條件，冇講錯嘅，冇講本意條。你看樹上嘅時間，我看到個風嘅時候，即係係真強啊！那有可能做呢？其實要做風嘅啊，有防護措施，有頭套啊，然後防風衣啊，同手套。像我學生嘅地方有人本風衣條會有跟洋蔥嘅過敏反應。不過如果用心咧，伊要來學，伊學嘅你睇伊嘅果園地方授粉。嗰時候伊禮拜來查風嘅時節啊。你全部全副武裝，戴着面罩啊、手套一定，冇必要。我親口安尼對條都一樣哦，安尼其實啦，糖豆鴉片其實就睇個，人自家在推動嗰個效果嘅之中啊，也係講睇買一條風味一條嘅時節，同年客也係同學生嘅互動，自家有幫影響過程嘅嘛？我個有印象嘅吼，如果有一班我睇。烏拉魯茲的社區參加市集，迄個社區有青島迄個原住民，有迄個原住民的老阿嬤，差不多70-80歲有的伊行啊挨談伊的面前你看到遐個鳳蠟，你看到伊講，你冇愛講，遐個係咩鳳蠟？我講奇怪。他感覺就唔對，伊可能也形容對，可能也咧擼鳳蠟啊。我擼問伊講，唔用對咯。伊同我講，遐咧鳳蠟吼，對咱的原住民來講有迄個辟邪的作用。佢說我會學到一個呢。鳳蠟可以有辟邪作用啊。原來體現嘅文化地位都有安尼嘅作用啊！有問佢講，有個鳳蠟很用版來用，當有可以來做一個辟邪功能嘛？我試下呢，有一個圖，又可以表下點呢？咁冇技術提問呢？哎呦，真是可以來去查一下呢。前提白糖豆講嘅呢，有個鳳蠟，除了一般嘅生活日常使用之外呢，咁竟然還有一個意義喺地方呢，可以辟邪，真是冇講嘅民族族群地方有冇錯嘅意思。你頭都有談到講，就睇講，這個係走嘅市集吧？走市集係像喺屏東嘛，還有其他地方也會去走啊？我目前大部分喺屏東。有嗰度朋友講可以去台北去士官心理啦。唔係同其他人講，台北千件人更加有名，你唔知間來聽咯，做啲嘅。係啊，你台北嘅朋友大部分仲係用名你同埋聽啦。唔好講唔計走去陣我買一大罐嘅鳳咩真可以就有嘅茶錢有錢啫嘛。係啦。嗰時不少大部分都係咧屏東市一片。大部分係屏東縣。你睇走市集嘅時間，除咗睇阿婆同講有嘅鳳蠟幫影響佢做，有嘅人客啊，最常問的問題可能最不是會問到嘅問題係乜嘅？最常問咧你會講有咧鳳塘有筍。你用板來看，然後同人用板講咧，
用咪看。我要提开玩笑啦，我哋讲不纯砍头啦，要砍蜜蜂的头。按照伊讲砍蜜蜂的头，因为遐咧蜂蜜从会从蜜蜂去摘出来的。故说我愈这只要比呢实款是呢。这家上过吼，愈提讲，我个纯的蜂蜜同迄那边无纯的有哪个差别？伊这家愈试得出来。你真实来讲，其实就他讲，专门来育蜂的嘛。纯的蜂蜜同无纯的蜂蜜，今年两者之间啊有某个差别？纯的蜂蜜吼，伊一定会不透光，因为底杯会有迄个花粉。伊个花粉在底杯，它蜜蜂采蜜会有酿蜜的过程。所以会沾染很多花粉在底杯。所以说，我们告诉万毛泡水以前拿出来看啊，迄玻璃膏你拿起来，看不到后面的五根手指头，看不清楚的，愈加愈够顺。另外天一点愈来讲，加入泡水有无吼？比如讲比如我摕保特瓶底杯，一直灼啊，灼出来要有个细跟绵的个泡泡，而且可以维持差不多10几20分钟以上迄个愈够顺。用办公其实泡当无按脚烧迄个顺的咯。因为吼伊嘛迄蜂蜜底杯要有花粉的原因，嘛有个酵素。佫说用迄加入伫透水，伫灼啊，也就花粉酵素是属于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如果产生个细细的泡，跟绵的泡在底杯啊。通按来讲，按纯按天然的蜂蜜吼。按好的东西，你用办去保存最适合吧？一般的蜂蜜吼，愈保存的常温愈好。不是不用摕冰箱烘吗？不用冰箱要受潮。真是的，还会受潮啊！第一摆糖豆里，因为不用冰箱吼，伊个温度够大咗嘛。拿出来用的时间里啊，伊个玻璃当中会有水路，会结珠结水珠。佫说我们在不用柜一路会慢慢的会受潮。原来迄个原因。安尼真是有好多用办去先个好的蜜，咱来保存，可以哦，安尼根本有好多。不过贵州真来讲啊，条头有问讲，周大哥有这个摕个沙琪太好，来送歌嘛。连送歌送个内容迄嘛个。这部分都会讲，我对环境友善的一个理念。要有安排不同的课，要有差不多。4、5节的课都会搞他教你用以养蜂的知识，蜜蜂的生态蜂产品那种以做啊。再来就是会有蜂场的实习课，那边都刺激也有。来都会带他教去个蜂场，开箱来检查讲遐咧蜂诶安种照顾，平常安种管理，还告诉讲花粉。像遐咧花粉有无？我要建议同学，他教你迄个说育蜂的啊，一定要买一个挤粉器，因为挤粉器体简单。如果标啊蜂箱的门头，就可以开始采粉了。不是拿去干燥，因为新鲜的花粉亲好生，同迄干燥过后的跟天壤之别。安尼根本你用周大哥无带过来，讲安尼好个又是唔多。因为花粉佮加坏的啦，佮说安尼采收的都会干燥。采收以后都会干燥，干燥完才能长期保存。甭去早收安尼，佮过保存的够久啦吼。你带去那边实习的时间真是有拄到个学生的体白看到蜂的挺强嘅。绝对唔好去碰到嘅蜂的嘛。有啊，有啲學生嘅要包頭巾有冇？包啊面青的啦，看起來佢像個蒼蠅、蠅蟲一樣樣，露出2個眼睛而已。今年體白面試之後好些面都唔會講嘅嘛吼。係啊。你搞今年就頭有講嘅嘛，看個時間去接觸嘅。蜂也係講作為咧保存好，也去接觸嘅蜂還有其他嘅方式可以來安撫一啲蜂本件人講唔會掉你嘛。有啊，像我哋一般查蜂嘅時間裡我會先用噴煙器一噴，噴煙器噴了以後可以安撫蜜蜂的情緒。另外來講，我哋起嘅位置
莫在蜂巢的前面，要站在蜂箱的侧面或后面。哦，因为蜂巢前面巢门口它是蜜蜂飞行的路径。哦，动机啊，路其中的唔跟唔相的咯。唔去啊，这个动伊伊过几分钟开始，它会在你身边一直绕好几只，会越来越多只在你身边绕。对，假使讲讲人看见那个朋友对唔好的，有像个个风向的头前同伊讲吧，按如切其他的顺头，等下佢都会分分的掉的。哦，真神奇呢！你除了人哋沙其太好，大部分係睇人啥嘛？有本身人啥送入到人哋嘅環境嘅課程嘛，又係講推廣嘅有生人啥有食農教育，種家庭介紹，還是講育工介紹。喺暑假嘅時節裡啊，會有嗰個夏日熱血活動。因為還會帶因哋去來嗌蜂廠來參觀。帶因哋來教蜂嘅，安尼講，我一蜂嘅用伊有啊，用啲生態介紹啊。所以你哋反應係用吧？所以你真聽咧，嗌喺教授種嗰個工蜂雄蜂，唔要調你嘅雄蜂比呢，喺樹蜂搞吼。好嘅，真聽咪咧，人仲會拖啊你。唔會強哦。唔會強，因為雄蜂唔會調你。原來安尼除了吼，唔可能睇學教嘅吧，也可以講沙其太好。平時啊，假使講人哋一般嘅家庭啊，想喺來去了解講育蜂嘅，也可以講去參觀體驗。嗰邊有一個提供一個服務嗎？可以啊，佢分享大家來做了請來的時間可以喺 Facebook 上面打好萌好秋農場，還是講用 Google 商店嘛，可以請到來農場的蔬菜。來以前我先同人打電話，應該冇聽到地步。你人數上有限制嗎？人數冇乜嘅限制啦，其實只要唔有限大家有心，這個時間大一的天發現，門口那邊都可以去參觀一下。係啊。哎呦，真好呢！哇，觀眾朋友，聽到影片啊，係咪同各位嚟共用？請上夾夾來去農場聊聊一下呢？唔該，可以去教蜂嘅，認識蜂嘅生態啦，順便認識一下講健康同污水處樣板來探索新環境之，更重要係講來認識講樣板來幫人嘅環境越來越好。今晡日啦，請感謝左大哥，帶來安精彩嘅故事，順便幫人哋學習一下育蜂嘅知識，感謝你哦。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我在養蜂，我主要是想要推廣大家重視環境的教育。那大家如果有興趣要養蜂，有遇到一些養蜂的問題呢，也歡迎大家來找我，大家可以互相討論。謝謝大家。大家出去搞料之前呢，先同先生來運動一下，照顧自己的身體吧。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運動的時間了哦。你今日運動了嗎？請放起來，同永清先生來做運動哦。先生今日教大家的是伸展瑜伽，你準備好了嗎？請放起來，同先生來做運動的哦。今家來做暖身哦，請兩隻腳打開來，好，來肩條，手邊的肩條。一前一後，來做一個扭轉，比前面撈人強呢。好，第後背撈。來，打開來，空來，好，你嘅腳來搞叉，鼓下來，彎片，鼓下來，
唔是坐蹲哦，半蹲就好诶。可以翻，腳再伸出去，好，再開始。再試耶，1、2、3、4，好，過來中間，更加來吊旋的那搖，手兩高，腳踢出去，好來做一下，1、2。我企好來哦，3、4，加油哦，做一半的哦，6、7、8、9、10。好，更加中心來塞一片，穩片，踢一隻腳，數兩個，先鼓再踢，1、2、3、4、6、7、8、9，加油哦，好嚟哦，10，好，而家嚟後踢腿，嚟雕塑我們的臀部，好，可以預防它臀部下垂。腳低後背踢，先扶下來，低後背踢嘅時間，數2再數2個，係腳。好來，好，先起輪哦，好，做一下，1、2，很慢慢地做，3、4、6、7、8、9、10，更加的穩片，記得咯，我數2個唔可以一半哦，好咧，都是數紅來，腳鼓下來，踢出去來1、2、3、4、6、7、8、9、10，過來中間，來，再來做弓箭深蹲，好，弓箭步，好，數打口來，2個，好，不用下來的時間，好，你數不用下來，你腳停頓完，再伸出，可以哈，來1，加油哦，2，訓練你的抬腿哦，3、4、6，可是流汗的哦，7、8、9、10，好，再來，來穩
弯片，脚先弄好，好转片，好顺牙膏，起起，跳起，鼓下起，起起，跳起，3、4、5、6，顺牙膏，7、8、9，水面下加油，10，过了中间，来起起，跳起，好，再弯片弓箭步。記得咯，腳要伸出來，按嘅後腳跟冇慢慢，可以攆下去，攆唔下去唔怕，如邊個人怕，可以發佢攆下去。好，再可以發再下去，低下腿，用隻手可以把呢天來紅。你的大腿肌肉也會伸展的。可以把腳放來，放鬆，放來，放鬆，放來，放鬆。好，更加長一腳，腳放來，另外一隻手。又背一腳，做停留，5、4、3、2、1，好，慢慢地放下來，跪中間，低下腿，肩條盡量壓低來。可以放在下去，手可以伸出，慢慢地放起來，應該來彎片的哦，另外一片弓箭步。好，先皮厚，先一半，好，先一半哦。当你的筋骨都适应了 ，OK 了，我们再慢慢下去，来慢慢的下去。用隻手柄的天來下，柄聳，好，柄聳，伸出，柄聳，柄聳的時間，你腳趾條開柄的天來下，再伸出，離開天來。用手伸出，好，慢慢的用手從腳放來，好，另外一隻手來擺你的腳踝，做停留。好，慢慢的過來，喺中間低下腿，好，彎片低下腿，好，你的手伸出，慢慢的下去，好，爬過來。好，一節一節放起來，圓背，再來一擺弓箭步，低下腿，再下去，手柄的天來，後勾腳，來
板你的腳，過來，低下腿，後勾腳，慢慢的từ中間圓背起來，呼氣好，氣張，吸氣，吐氣，加速你的腳，吸氣，吐氣。今日動作好唔好嘛？相信能做到的哦。好好運動，也能下次能來了。